国际新闻来关心俄罗斯的佣兵组织瓦格纳领导人24日是对外表示，因招去相战的阿兵哥已经有2万人战死伫乌克兰。伊嘛警告俄罗斯，如果无认真拍，这场战争恐惊会输去。巴赫姆特战争依然咧继续，暗过俄罗斯佣兵集团组织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金二世，佮透过社会媒体发布访问影片指出，伊招募去作战的合约佣兵，总共已有2万人伫乌克兰战死。И когда у элиты дети мажут себя кремами и показывают это в инстаграмах, там, ютубах и так далее, а у обычных людей дети приходят в цинки около гроба сына и говорит: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, я понимаю, что вы генералам медали даете. 北韩国安会发言人科比伫线一场记者会表示，这数字真接近美国进前的调查情报。普里戈金同时警告俄罗斯当权者，除非认真面对这场战争，啊，若无可能面临甲1917年革命的结果同款输掉俄乌战争。同一天，美国海军上新上线一航艦福特号到挪威首都奥斯陆访问。福特号全长337公尺，满载时阵排水量超过10万吨，是一只核子动力航空母舰。伫后会之下，在入去奥斯陆接管，会伫遮停几啊天，了后去北极地区参加军事演习。俄罗斯批评这是无合逻辑，而且有破坏性的武力展现。另外，路透社报道指出，已经通知芬兰，会终止2国双边军事设施互访协议，作为反制芬兰加入北约的措施之一。另外，乌克兰要求1年 F-16战机总算得到美国同意，由盟友提供。不过，英国甲德国排除提供战机的可能，佮表示无能力提供训练，也无战机用提供。挪威甲荷兰一时表示，虽然也无决定是毋是向乌克兰捐 F-16，不过愿意培训乌克兰飞行员。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。